台北市警方破一件诈骗的案件，伫日本东京上班的被害小姐为日本就互人骗，甚至骗回台湾。这个小姐伫日本的前后交4摆款项，有300万块的台票。等到台湾又搁被要求当面要交150万，连续哄骗几啊摆，伊感觉唔对，赶紧报警。警方赶紧组成专案小组，成功抓到人。你说第几次了？好几次了嘛，上次也是你嘛。远警行过来，甲一个白头毛的查甫人围起来。收据拿出来做查扣。这什么？你现在涉嫌诈欺嫌防治法哦。卡邦内底超出几啊张交易收据，还有一本名册。原来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集团四个骗，连伫咧日本食头路的台湾人嘛被骗。被害查某人伫咧东京食头路，透过社群的投资广告加入群组，甲车手联络，伫咧东京做交易汇款，大约是新台票300万。被害女子回到台湾后，持续和诈骗集团联系，约在农安街这间饭店进行面交。伫咧日本已经提钱提4届，回来台湾各项要求要提钱，查某人才感觉无对当，敲电话报警察，甲车手约见面，警方就趁机会甲人逮捕。61岁车手讲想要加趁钱要投资，最后煞变做伫咧外口欠钱，诈骗集团甲拐，讲会当到请律师，条件是爱到收款。查某人转变做车手，并当场查扣6张工作识别证、现金150万元及作案用智慧型手机等证物。后续将罗男依涉嫌诈欺罪、洗钱防治法等相关罪名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虽然车手否认加入诈骗集团，不过原来互依法上班。若诈骗集团无碍主嫌，警方当咧继续追查，一个嘛无被放一刷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